今天我們要玩競爭者，要打連3場勝利。選擇競爭場，選擇武器。對方拎狙擊槍，還拿掉閃光彈，贏了，好彩！一定要把他殺了。對方拿特步槍，殺！好彩！跟住他，冰不到，就算冰唔到，我都要把他殺了。好彩！衝啊！把他殺了。為什麼射不到他？冰他的接啊！給對方冰了先，直接拎狙擊槍掉頭。希望贏吧！冰不，我都冰了。殺！冇子彈了。好嘢，贏了。到第2鋪，找個高我的人吧。都好。今次一定要把他殺了。這殺！
佢點解瞄得咁準呢？睇下佢邊，我都跟了。為什麼？衝啊！射！佢應該冇副金吧，應該都冇開掛。用我箭炮把他殺了。我都不是迷路，是我走錯路。衝啊！把它死了。贏了，好彩。射！突然死亡。今局一定要把他殺了。射不到，都射不到。選擇爆裂，選擇武器隨機吧。衝啊！他在哪裏？哦，這裏。又用狙擊槍，我最憎就係狙擊槍，因為太強了。但是我冇，因為太貴了。贏了。他在哪裏？這裏。
杀。他也用行枪弹。為什麼不拿防暴盾呢？他在哪裡？看到了。射。他應該馬達，因為他沒有皮膚。衝啦！他在哪裡？嘈！你個老六。看看他在哪裡？他在哪裡？他在換子彈，所以我乘機殺了他。他之間沒 WiFi。